讲到新竹市28站楼的社区大楼发生火灾，也造成2名消防人员过往。消防队表示讲，这大火含乌烟会对楼梯含管线飞向楼顶，变作是烟弹效应。而且电力系统呢，因为这火灾失去功效，消防队员敢若会当用行去救人，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好民众若准碰到乌烟含火势，上好是赶紧将门关起来，窗也着爱踢起来，避伫咧安全的所在等人来救。 哎，小心，在哪个地方？火灾现场拢是乌烟，未少大楼住户虽然望到碎片，有缘是风砸甲一直扫。向公道声，这是新竹朱云路的大楼火警住户翕到惊险的逃生过程。去现场救灾的新竹消防局表示，这件火警主体有28楼，一旦发生火警，较会形成烟弹效应。我们在火灾的时候呢，都会去断电，或者是说因为火灾之后，它会把那个电力系统给烧断。 好，那这个部分就会造成我们那个救难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救难人员就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徒步去到我们在救者受困的楼层，产生的那些浓烟啊、废烟等等，也很容易会循着我们的管道间来去到我们比较高的楼层。目前国内规定，16层以上建筑物属于高层建筑，若发生火警，恐惊有5大灾害得成，包括乌烟，真侪人较无好疏散，地面救助困难，加上力量累积形成高温高热环境，水线准备难度增悬，增加求救困难。火场拢是乌烟，未来用静音系统会当降低消防人员伤亡。要先确定火场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住户需要马上救援。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比较科技化的方式呢，来减缓火灾所产生的后续的影响。那分推车根据消防署指出，各管区依照城市特性甲地理位置差别，你消防分推车管道也有无同。应用爱照民间的力量，这摆救灾的出动组加5000班，180栋吊车到现场。大概今年11月底，会来全台湾最高的云梯消防车，大概有104公尺高，长期住在新竹县。 帮忙6都这一县市，大概会去买到比较高楼层的云梯车。完全靠云梯车是不是很好的方式？当时在消防设计的时候，自动下海设备，只要发生火灾，就自己把整个火都扑灭。到时候没有办法，还是要上去。 高层火灾救援无简单，新竹消防局呼吁民众平常爱关掉楼梯间安全门，才会当预防火灾乌烟。若万一火势甲乌烟伤大，爱将大门帮门关好，用纱系伫门旁，避伫安全的所在，等待救援。记者综合报道。